耶穌說完了這一切的話，就對門徒說：你們知道過2天是逾越節，人子將要被交給人，釘在十字架上。那時，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聚集在大祭司稱為該亞法的院裏，大家商議要用詭計拿住耶穌，殺他。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間生亂。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風的西門家裏，有一個女人拿着1玉瓶極貴的香膏來，趁耶穌坐席的時候，澆在他的頭上。門徒看見就很不喜悅，說：何用這樣的枉費呢？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，周濟窮人。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，就說：為什麼難為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她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，是為我安葬做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普天之下，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，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，作個紀念。當下12門徒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的，去見祭司長，說：我把他交給你們，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？他們就給了他30塊錢。從那時候，他就找機會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除酵節的第1天，門徒來問耶穌說：你吃逾越節的筵席，要我們在哪裏給你預備？耶穌說：你們進城去，到某人那裏，對他說：夫子說，我的時候快到了，我與門徒要在你家裏守逾越節。門徒遵着耶穌所吩咐的，就去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。到了晚上，耶穌和12個門徒坐席，正吃的時候，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。他們就甚憂愁，一個一個地問他說：主，是我嗎？耶穌回答說：同我蘸手在盤子裏的，就是他要賣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經上指着他所寫的。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！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賣耶穌的猶大問他說：拉比，是我嗎？耶穌說：你說的是。他們吃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福，就擘開，遞給門徒說：你們拿着吃，這是我的身體。又拿起杯來，祝謝了，遞給他們說：你們都喝這個，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，為多人流出來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。他們唱了詩，就出來往橄欖山去。那時，耶穌對他們說：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：我要擊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復活以後，
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說：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，我卻永不跌倒。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夜雞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彼得說：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，也總不能不認你。眾門徒都是這樣說。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坐在這裡，等我到那邊去禱告。於是帶着彼得和西比泰的2個兒子同去，就憂愁起來，極其難過，便對他們說：我的心裡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。你們在這裡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禱告說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來到門徒那裡，見他們睡着了，就對彼得說：怎麼樣？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？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第2次又去禱告說：我父啊，這杯若不能離開我，必要我喝，就願你的旨意成全。又來見他們睡着了，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，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。第3次禱告，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。於是來到門徒那裡，對他們說：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，時候到了，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。起來，我們走吧。看啊，賣我的人近了。說話之間，那12個門徒裡的猶大來了，並有許多人帶着刀棒，從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那裡與他同來。那賣耶穌的給了他們一個暗號，說：我與誰親嘴，誰就是他，你們可以拿住他。猶大隨即到耶穌跟前，說：請拉比安，就與他親嘴。耶穌對他說：朋友，你來要做的事，就做吧。於是那些人上前，下手拿住耶穌，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，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個耳朵。耶穌對他說：收刀入鞘吧，凡動刀的，必死在刀下。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12營多天使來嗎？若是這樣，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，怎樣應驗呢？當時耶穌對眾人說：你們帶着刀棒出來拿我，如同拿強盜嗎？我天天坐在殿裡教訓人，你們並沒有拿我。但這一切事成就了，為要應驗先知書上的話。當下門徒都離開他，逃走了。拿耶穌的人把他帶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裡去，文士和長老已經在那裡聚會。彼得遠遠地跟着耶穌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
進到裡面，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這事到底怎樣。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假見證控告耶穌，要治死他。雖有好些人來作假見證，總得不着實據。末後有2個人前來說，這個人曾說，我能拆毀神的殿，3日內又建造起來。大祭司就站起來對耶穌說，你怎麼都不回答呢？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什麼呢？耶穌卻不言語。大祭司對他說，我指着永生神向你起誓，告訴我們，你是神的兒子基督，不是？耶穌對他說，你說的是。然而我告訴你們，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，駕着天上的雲降臨。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，他說了僭妄的話，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？這僭妄的話，現在你們都聽見了，你們的意見如何？他們回答說，他是該死的。他們就吐唾沫在他臉上，用拳頭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說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？彼得在外面院子裡坐着，有一個使女前來說，你素來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穌一夥的。彼得在眾人面前卻不承認，說，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。寄出去，到了門口，又有一個使女看見他，就對那個人說，這個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。彼得又不承認，並且起誓說，我不認得那個人。過了不多的時候，旁邊站着的人前來對彼得說，你真是他們一黨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。彼得就發咒起誓地說，我不認得那個人。立時雞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，雞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他就出去痛哭。